新北市有一个姓姚的里长呢，去互指控讲，含中华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姓简的这个理事长，伫112年当当总统大选期间，接受这南京市台办的赞助，找几落名里长也个亲友去到中国旅游，到当地免费受人招待。这中国官员搁再要求因呢，就爱支持特定的候选人。本地这一审是判无罪，不过二审依照反渗透法，改判这姓姚的里长2年6个月，姓简的理事长4年8个月。几年前无用次次关心里面的状况，但是新北市姓姚的里长即马煞派官司。2当外将伊找其他的里长和亲戚朋友去中国佚佗，敢若需要家己拿万外块的机票钱，其他食含大拢免钱。后壁的资助单位红查出是南京市台办，涉嫌以免钱的落地招待，想要影响去当阵的总统大选。里长伫起进前搁捌讲，这顿是习近平请的。12红教反渗透法2审改判有罪。就是在开玩笑的话，习近平又不认识我，不认他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所以说才会讲说，就干脆讲说是共产党17年前也去过的时候来说，也是国台办招待我们的。那怎么会现在是去国台办办了以后来说居然是什么渗透法？这2个天去中国的行程，有中国的官员加入，做伙翕相页、红布条，专用2花1家亲。对方的人士嘛，伫咧参会时阵宣传讲，爱支持特定政党的候选人。虽然里长法冤枉，主张讲伊事情拢唔知影，共款互判2年6个月的徒刑，剔除公权2年。共案的另外一个发起人，中华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姓简的理事长，是互判4年8个月，搁较重，但里长不服，强调会搁上诉。里长招团去中国佚佗，洪指控讲伊涉境外势力的解说。这种案件最近几年是变甲愈来愈侪，对台北、新北、彰化到高雄等地，拢捌有里长互调查。有学者分析，对方经基层来渗透，其实是落地招待的民间交流，足久以前都有啊。他是具有公务在身的一个人，他要去注意的规定，不要被统战的这样一个要求，负责任的不要把这些团员带入这样是必要的困扰当中。过去认为讲是正常的民间交流，但是即马2方的关系含电政治改变，拢爱注意防渗透。学者建议讲，专程家己开钱来旅游，提前过滤中方的身份，严守讲话界线等等，才会当避免去踏着法律的红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